佢哋都叫我食神，但我所做嘅其實就好簡單，行萬里路，只對人真心用心，從閃光閃耀嘅熒幕到茶言油米嘅日常，最難係每一刻都自在隨心。長江行郵輪，信步漫遊長江三峽，享用古今舌尖風味，成全嘅廚藝，精選每一味食材，創新嘅思考，每一道烹調嘅廚藝，有美食相伴嘅旅途。此刻皆是人間值得。